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，搁再来教你读汉诗。这个诗人是当时清朝的朝廷命官。驶船、芳船对厦门接近台湾的时，想起往事。诗句见面头一句讲：诸河沧海送赞扬，剑阁寒心入梦窗。一脚旋身成独往，无边天水脚未光。风墙稳稳开元气，肃然声声吊剑调。车绝一经错撇意，故人相望啼成风。诗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光绪16年的进士如明进，唐景祥台湾巡抚的幕僚。咱知影甲午战争，清廷将台湾割予日本，台湾才会台北城内的士绅主张讲，咱爱成立台湾民主国。赴唐景祥做头一任的大总统，伊也任命卢明进做台湾行选部政总理内务衙门督办，讲较白话就是内务大臣啦。总是唐景祥走，卢明进安那对咧走。不过经过足侪年后，清廷已经换作民国啊。伊一摆驶芳船，对厦门接近台湾的时阵，诗句见面伊讲：诸河沧海送赞扬，黄昏时啦。安尼船咧行，看到台湾岛将近要浮在眼前，伊想起往事，咸酸苦汫，只有是夕阳照到水面，无边天水共未光。啊，耳孔边听到第一是船旁啪啪啪的声，第二是雁鸟天叫，肃然声声吊剑调，就是咧哀怨唔甘当时台湾这百姓甲日本抗争的过程，迄是古早的战场，死伤无数。啊，毋则已经对黄昏暗，人谈船旁顶，来到深更已经一更咯。痴绝已经错撇意，故人相望啼成风。毋是讲我去甲过去倒一个朋友相见面，毋是，是我伫咧台湾海峡驶芳船，将近要看到台湾岛，袂输敢若是故人过去的老朋友见面。毋过毋是展笑容，是心内艰苦，目屎忍过，啼成风，怀念过去台湾的往事。